第四项，打到228大屠杀，其他所在发生啥物代？高雄车头。1947年228发生了后，陈毅本正要甲凤山的军队调去北部，毋过打到车头已经有民众伫遐聚集，无法度，干那会当派宪兵去占车头，搁伫2楼采机关枪。3月初3的时，市内乡中、乡商、乡工等等遮学生做伙去到车头，要求宪兵离开。宪兵无要插因，买手学生冲入去车头，宪兵随开枪，结果小学教师颜在册互弹死。3月初6下晡，彭孟启假影要参详，甲市民代表团关咧了后，派军队分3条路去市内重要的所在镇压，其中一队是整编第21师独立团第3营，军营伫五块厝，也就是即马话武营的所在。因去到车头了后，随甲站起来，火车袂当驶，看到人就拼，因为真侪民众走入去地下逃匿，兵仔就甲两边出口拢守咧，有200-300人互关伫内底，有人振动就甲弹。知影伫车头互弹死的有桂龙虎、吴万武、周必金等等。周必金有爱囡仔，因兜3个人拢互弹死伫铁骑路边，嘛有亲像柯丁福互弹受伤。3月初7，地下逃匿的人，查甫人100几个拢互掠去，其他的才互放出来。高雄第一中学1947年228发生了后，学生伫学校内底组自卫队，保护学校安全。3月初4下晡，校长林景元因为情势严重，赶紧宣布停课，叫台湾人教师紧甲学生送转去厝里。大部分的教师甲学生拢离开学校。暗时有民众甲学校占起来，要做思念簿。中国籍教员甲职员6个人互保护伫宿舍里。3月初5的时，蔡振兴、赖如游、曾无术这3个学生炸饭员甲滚水互中国籍教员甲职员，佮甲因带去宿舍的仓库里面。3月初6下晡，打到大屠杀发生，军队甲车头占起来了后，认为第一中学是人民反抗军的思念簿，所以随去拍学校。起先叫是学校内底武力真强，毋敢直接拍入去，叫军队弹60米的炮弹。迄炮弹的空，即马还阁伫壁顶真清楚看会到。3月初7早起，确定内底无人，才拍入去学校甲占起来。军队阁随续去3块厝，人家厝一间一间入去找人。军队到3月12才离开学校。这个学生无受过专业训练，煞有勇气徛出来，追求公义、自由、民主，是真无简单的代志。左营旧城派出所，1947年3月初4，民众甲左营旧城派出所包围起来，要接收武器。台湾人警员苏振中毋愿。3月初6，军队甲左营车头占起来了后，甲查甫人押入去派出所门，有12个人互关起来。3月27，苏振中因为互无赖武器互摕去，当日的时互掠去枪杀。高雄炼油厂，1947年3月初4，员工家己发起自卫队，号做高雄炼油厂台湾人守备队。初5改名做炼油厂义勇队，佮囥中国籍员工
留伫宿舍较安全。市内军队出来大屠杀了后，3月初7，联洋厂派代表甲要塞司令部参详，因假影讲武器交出来就无代志。买手军队煞伫3月初9透早，甲联洋厂围起来，讲因有武装真危险。3月初10顶晡就拍入去厂里，经话杨德良、斗守卫的工人王天炳甲工人林老尾拢互杀死，佮甲主要的职员11个人抓去关。凤山1947年3月初4早起，民众3、4千人开青年大会，决定要求军队要转去军营，讲民众通自由聚会、游行。馆长是军队出身，买手去凤山的军队甲因参详，约束条件。好佳在落尾无发生大屠杀。岐山228代志发生了后，地方绅士瓜水发、陈丰洲等等，奉区长的命令召开治安仪式会，组警备队维持社会安定，保护鸡尾糖厂、南龙农场等等所在，搁伫青年旅社集中保护中国人。3月初6，因接受在地军队的武器，有部分互其他的学生摕去，早起打到市内支援民众。因为安尼，落尾2个带头的煞互掠去杀死。公山萧条金为1940年起担任公山教会牧师，战后互杀去做三民主义青年团公山区的负责人。3月初4，因为打到市内无安定，火车敢若驶到公山，无搁落南，一寡学生就暂时住伫萧牧师因兜。因为这学生买手有去协助代替管理警察局，互认定是协助人作乱，萧牧师就互判做杀死。也有公山的民众联络左营军区内底的兵仔出来反抗。因原本是台籍日本兵，虽然代志无成，落尾台大法律系的学生伊仁德甲郭仔顶师傅刘定金2个人嘛互按罪名判死刑。